乡亲啊，恐惊要去做风台咯。讲菲律宾东边海面明仔载可能会发展一个热带系统，然后往西北西的方向来刷动，也就是会晚近离送到巴士海峡。欧洲模式的预测会为巴士海峡来通过，那美国模式的预测是较晚北平。有可能会直接弄入来台湾，也毋过咱的气象署讲，侵犯台湾的几率是低。拜六上晚近台湾，拜五就会开始落雨。但若是风台才打到走，真侪灾区都也未复原。不过，这礼拜假期恐惊还有风台雨飙发台湾。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系统的话，它其实是会有比较逐渐有组织发展的一个情形。那预计到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系统可能会有逐渐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是有台风发展的一个机会。上新的各国无时无刻，拜五开始季风低压渐渐加向北，带来北电水汽。欧洲无少拜五拜六无去显示，这个季风低压来发展的热带系统会通过巴士海峡离台湾无远。美国无少是预估位置偏北，会直接通过台湾。虽然结果线也无真勇。不过，拢未当大喜。通过巴士海峡这一个机会会是比较高的只是说在通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会偏北还是偏南？穿过台湾这个机会，目前看起来是机会是比较低一点点。气象署预估，拜五开始，热带系统渐渐接近台湾，东半部落雨明显，会有局部大雨含豪大雨，南部嘛开始落雨，一直到礼拜七。热带系统虽然远离，不过在咧低压带环境之下，东半部和南部嘛受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花莲、台东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比较迎风面的这个区域上来讲的话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一直到礼拜六的白天这段时间。无论热带系统敢会直接扫来台湾，拢会替台湾带来雨势，民众出国拢要特别注意。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